工加在时代用锡纸做好的锅仔顶，看起来古水阁喜气。伫元宵前，草屯镇新隆社区拢安排做锅仔顶活动，而且逐年造型拢无共款。真趣味啦！叫做啊，毋捌做到这个，佮有讲出事佮做阿嬷咧问即款的工课。为了传承元宵的习俗，新丰社区最近几年来透过系列的活动，带在老大人甲囡仔做伙来迎接元宵。迄过去的一寡记忆所以讲咱社区会当咱这职工都在想一寡创意来会当讲家己来做花灯。透过着制作灯笼买当互咱这长辈手脚更加灵活脑筋还能够动起来。除了做锅仔顶，新隆社区嘛安排树园甲元宵采购活动，和大家做伙来同乐。我是陈雅玲，想要跟我一起从零掌握天下事吗？赶紧按下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的订阅按钮，开启小铃铛，跟我一起探讨公共议题，给您最专业的华视新闻。